2026年有一個你一定要養成嘅習慣，就係燒香。2026年人心特別容易浮躁，家庭亦容易嗌交。你有冇發現，當你每日肯用少少時間，恭恭敬敬淡點一支香，你成個人自然而然就會冷靜落嚟，自己嘅心情就會平復。呢個就係香嘅魅力，所以我專門做咗一啲最重要係好嘅香。呢隻香我自己用咗幾十年，都係淡用，所以我先有膽推薦俾大家，共同分享一下。拎兩盒返去，1個月之後你就會多謝我。點之前呢，可以順便洗乾淨手，表示尊重。第二，點香嘅時間都比較重要，可以喺朝早起身之後先點一支，然後刷完牙坐低飲一杯水，迎接新嘅一日開始，或者喺日落之前返到屋企點上一支，俾自己嘅一日做一個總結，迎接聽日美好嘅事發生。呢隻香啱開始燒嘅時候，可能煙會有啲亂，堅持1個月之後，你會發現煙喺度點嘅時候就越來越順。等煙氣上升，你嘅呼吸亦慢慢平穩落嚟，你個腦會放空。喺咁浮躁嘅2026年，呢個定力好緊要。我做嘅呢款香就係希望等更多人知道點香嘅重要同好處，可以喺下面嘅連結帶2盒返去試吓，讓2026年由一支好香開始。